其實咧，我就應該今次係第六年咧，應該係咪啊，校長？係啊，蔡校長。第6年我哋基金會捐錢俾布浸小嘅。我都係住大埔嘅，全大埔我就係捐布浸小啫。各位家長，其實我哋係一間小公司，但係咧，我哋由第1年開始嘅5萬蚊加到今年嘅13萬，就一路希望我都有咁嘅能力，即係再加落去啦嚇。咁但係冇能力都盡量維持啦。有幾句説話真係好想同咧你哋家長講嘅。因為咧，我知道咧，好多家長咧，其實即係點解我想布浸小，即係捐錢俾布浸小，因為我想俾社會睇到，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佢哋做得好好，但係可能佢哋俾人即係望唔到啊。咁我想特登放啲機械人都係我哋公司嘅，我特登係放出嚟咧，就係話俾人聽，我哋布浸小係有好多資源，係有好多嘅好嘢。我希望啲家長出去同其他嘅朋友講，其他嘅家長講。我前日先同校長講，希望多啲好嘅，多啲唔同嘅小朋友嚟得到布浸小，接受到呢邊嘅教育。呢個係真心係我嘅希望。多謝各位。